在雪域，解放军与西藏，军事管制。解放军在西藏，造反派针对中共在西藏的第一号人物张国华的攻击，激起了军队的反感。这既是因为军队本身的军阀传统，更是自1950年入藏以后因西藏的特殊情况，而在抱成一团的军队中所建立的情感关系。作为解放军进藏主力部队18军的军长，相当部分的官兵都是张国华忠诚的部下。实际上，张国华已成为一种象征，在他们看来，张国华这个名字已不仅仅代表他个人，而是代表了中共及其军队17年来在西藏的作为。否定张国华，也就是否定了中共及其军队解放西藏的意义。1966年9月起，出现了学生红卫兵冲击军区，并到军队抓人收家的情况。为此，张国华提出西藏情况特殊，要劝阻学生红卫兵如此行事。10月28日，张国华向周恩来恳求不要汉族学生到西藏串联。仅仅3个多月，张国华对学生红卫兵，尤其是中国各地学生红卫兵的态度从支持转变为拒绝，这说明了什么？是不是这些学生红卫兵做出了很多令他头疼的事情，以致触及到了张国华，触及到了军队，故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？在军队里也出现了反对张国华的声音，虽然不是多数，但也足以产生混乱。出于稳定西藏局势的考虑，1966年10月19日，周恩来接见在北京学习的11名西藏学生代表，说张国华虽然在工作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，但仍然是个好同志。1967年2月24日，中央文革专门致电赵总，认为张国华基本上是个好同志，进而避免驻扎西藏的军队不致混乱不堪。在中共眼中，西藏是我国反对美帝、反对苏修、反对印度反动派斗争的西南前哨，因此控制像西藏这样重要的战略之地，需要的是张国华及其他具有战争经验的军人，并不是只会胡乱搅局的红卫兵、造反派以及军队中的较少部分人。因身体不适应高原气候，加之心情不佳而调离西藏的张国华，继续在四川遥控西藏时局。他所留下的权力空缺，使西藏的高层官员明争暗斗。西藏军区副政委任荣遂成为西藏文革史上又一位重要人物。他是一位铁腕军人，1964年进藏。在文革初期，可能因为他进藏时间晚，不如在藏已17年的张国华等人的资格老，所以他并不是造反派所要揪出的目标。但他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反对赵总的立场上，因而成为大连子强有力的保护伞。1967年3月以后，他作为军管会的副主任，走到西藏文革的前沿，在西藏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。他打败了一个个对手，如周仁山、尊荣雅，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、司令员，也是西藏文革的重要人物。陶长松也不得不让不少人成为牺牲品和替罪羊，如王其美、殷发堂等。革委会成立不到1年，他指挥军队用严酷的军事手段平息所谓的再叛，并利用这一机会彻底打垮了赵总，而后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，开始了他对西藏长达9年的森严统治。虽然在文革后期，
政治运动不再频繁，宗教信仰也逐渐复兴。尤其是1976年，因毛泽东的去世，终结了文革，整个社会面临百废待兴。但是文革给西藏带来的毁灭之大，几乎不堪收拾。1979年，达赖喇嘛委派的代表团在西藏民众中激起狂潮一般的欢迎，既打破了极左统治下的封闭，也是对当权者的莫大讽刺。之后，胡耀邦到西藏实地考察，同样惊讶于西藏普遍贫穷和落后的真相，当面斥责任荣把中央给的钱丢到雅鲁藏布江里去了。不久，被评价为以其对西藏的文化、宗教和语言改革无动于衷而闻名，对西藏人民不抱任何同情心的任荣，颇为不光彩地离开了西藏。他的继任者是老牌18军军人英法堂，同样对西藏传统文化抱有偏见，即使在他老年赋闲的日子，仍然紧绷阶级斗争的弦，时时不忘向党进言。1999年，正是因为他上书北京，告状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的五明佛学院，因前往学佛的人太多，有可能成为康区动乱的据点，于是这个潜心修佛的佛学院遭致打压。1986年，中共在西藏的首脑改为地方长官，但这并不表明军队的地位被削弱，反之，于1983年成立的西藏武警部队，其庞大的兵力与原有的驻军联手，被称为两大维护西藏社会稳定的坚强柱石。军队内部的斗争。我父亲在文革初时是西藏军区政治部的一名副团职军官，在军管会成立之后抽调到军管会的宣传组。作为一个从1950年即跟随张国华进军西藏，且在军队度过了13岁以后的全部时光的解放军军人，他很反感那些将全被军人视作非打倒不可的当权派的人。其实他是一个坚定的大莲子观点的支持者。我母亲告诉我，当时军队里也分两派，政治部、司令部、联络部都有两派。虽然军队后来有令不准参加地方上的组织，但在观点上都是有很明显的倾向的，相互之间也有联系。一般来说，资历长的干部大都是支持大连制的，年轻干部基本上是支持赵总的。像联络部有些是刚从内地院校毕业的外语人才，会说英语的、印度语的、尼泊尔语的，男女都有。他们就是赵总观点。你爸爸以及那些18军进藏的是大连制的观点。军队自己也搞纠斗，有人被冲击。联络部有个叫王廷彦的副部长，是18军进藏来的，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。文革一开始，他就被军队内部的人冲击了，原因好像是他的出身成分不好，他想不通，就上吊自杀了。当时联络部不在军区大院里，在紧挨着军区的一个旧贵族扔堆还是插绒的住宅里面，是藏式楼房，他就把自己吊死在楼上的一间屋子里，后来被埋葬在拉萨河附近的一个山坡上。因为他是自杀，等于就是自绝于党和人民，就是叛徒反革命。不过自杀的原因一直都没有公开过，实际上他是一个老革命，什么问题也没有，直到文革结束才给他平反了。实际上军队内部的派性很严重，多年
在西藏军区机关工作的藏人朱莉承认，当时这个派系很厉害，大家都跟入了魔一样。本来如果是平时的话，大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隔阂，但那个时候派系利益就高于一切，属于我这派的彼此都亲密的不得了，但不是我这派的就很对立。他还披露，军队中敢于旗帜鲜明的反对张国华的人遭到的打击也是很严重的，如军区后勤部一位名叫于新的副部长，因为在大会上跳起脚大骂张国华，结果一下子就闹起来了。很多干部战士很气愤，他把张国华说成那个样子，他们觉得在感情上还是道理上都不能接受，于是很快就过头了，把他从礼堂拽到广场上去斗争。不是说推推搡搡的问题，而是开始打他了，而且打得很凶，非常凶。不光有干部，战士也敢打他，没多久就把这个副部长打死了。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，朱莉说，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副部长嘛，后勤部的副部长，被自己的军人活活打死这件事，在文革结束以后还调查过。然而党就是军队，党就是枪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，这个道理没有谁比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更明白。无论如何，似乎只有军队才能摆平混乱的局势。当北京下令军队以军事管制的方式恢复已经瘫痪的各级机构，毛泽东给各地军管会的任务是三支两军，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，支工支援工业，支农支援农业，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，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。本节目由绝地金书工作室制作发布，请扫描赞赏二维码进行赞赏，您可以得到回赠的电子书或其他作品。请扫描订阅二维码订阅绝地金书频道，收看收听已发布和将发布的更多作品。